来关心挪威的政府，初一宣布讲，因要取消北极圈斯瓦巴群岛顶悬上尾一块私人地买卖，避免这块地去互中国买去。另外，伫南太平洋，伫中国进前嘛宣布讲，因按算要开代表7亿协助瓦纳杜去起总统府顶政府大楼，目的就是想要和纽西兰、澳洲小钱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为了防止中国战略性的扩张甲渗透，挪威政府初一宣布讲，取消北极圈内斯瓦巴群岛顶面这块私人土地的买卖计划。这边原本要卖出的所有发给结案，伫斯瓦巴群岛的西南部。挪威甲北极之间总面积大概60平方公里，当地除了平洋甲冰川以外，剩的拢是山。卖主希望会当卖3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05亿。中国迄边的买主嘛已经表达具体要买的意愿，不过挪威政府已经通知所有官员，根据国安法，买卖土地爱国家批准，买主嘛可能会扰乱区域的稳定，甲威胁挪威的利益。根据 CSIS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伫2023年的报告，斯瓦巴群岛伫挪威上北边，离挪威本土大概650公里，离北极敢若1000公里。伫岛上会当固守罗西亚北方南端所在的科拉半岛对外的航线。这半岛嘛是罗西亚的服务仓库，战略地位真重要。另外，斯瓦巴群岛的海域有真丰富的渔产资源甲金属矿产。伫北极冰站扬起了，若这块资源好开采，北极的航运嘛会更较大发展。中国毋若想要伫北极圈争取利益，伫南太平洋嘛继续发挥伊的影响力。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随伫南太岛国曼纳多首都维拉港出席中国出钱起造总统府大楼的仪式。另外，中国阁要协助起造曼纳多的财政部甲外交部大楼。根据澳洲地区估算，总价会开21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7亿。中国致力于发展包括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致力于帮助有关国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替曼纳多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有10年久，是这个岛国上大的借款国家。若澳洲是曼纳多的上大资源国，南太平洋岛国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变作中国和西方竞争的必经之地，互因会当相互得利。除了中国协助曼纳多起总统府顶建筑，澳洲甲纽西兰嘛承诺替曼纳多的隔壁国所罗门群岛出5500万美金来整修机场甲政府大楼。现时美中全面展开竞争，美国的盟邦和中国对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争端嘛愈来愈紧张。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